廣州市。200蛙，光明，深圳光明1月10號。2島羅志傑，佛山市。咦，羅志傑好似見面喎。好 ，Michael。3島同我揮手啊！一齊啊！忠誠4。4島宗誠，中國澳門。靚仔啊5島娛樂，深圳市。哇！呢個好似好勁喎。5線6波波。島陳景波，中國香港。200蛙壓軸啦！今日見面會壓軸。 7島哇！呢個僆仔嚟㗎都，深圳市。有兩個僆仔喎，對咗上嚟。 8島蒙古國。好啦。Michael 嗰邊紀錄係3分18啦，睇下係咪點樣？我影Jimmy 影波哥，我影 Michael 同忠誠，應該差唔多嘅兩個。200蛙，忠誠鬥 Michael，60歲組、65歲組，波哥70歲組，3分18啦，希望過啊！但有淺水區好難講。咦 ，Michael 領先喎，呢節忠誠半個身位入淺水區。睇 Michael 個勢唔錯喎，個勢幾好喎，暫時應該領先嘅，領先埋忠誠隔離，即係4線嗰個啊，即係上邊嗰個。Michael 8號啊！大概45秒，忠誠輸緊過幾身位嘅，哇！忠誠個大蛙手好遠喎，呢邊難有好多大佬，希望頂住啊！兩位兄弟 ，Michael 似乎應該贏忠誠啊！阿等 Sir 影唔到咁多，我影住 Michael，佢同5線嗰個鬥啊，不過應該唔係佢嗰組對手嚟嘅。好啦，睇下 Michael 100點啊，3分18啦，破翻個紀錄啊！大概1分36，後100，大概1分36。3線好似帶快咗佢，睇下忠誠，一個身位，呢邊難有好多啊！加油！淺水區入到去個個都惡搞。追住3，追住5線，一個身位。2分28，大概，即係由50秒。咦嚟了喎！喂 ，go go，個半身位不過唔理啦，睇時嘅。20、48、49、50、51，有機會啊嗱，睇個勢有機會，最後25，加油啊 Michael，過佢。係咯，因為冇乜力喎。3應該得㗎，4、6、7、8，喂頂埋佢9、10，應該得㗎。14、15、16、17。得啦，應該得啦。影埋忠誠先，忠誠影唔到，睇個時間先，17到啫，16啊！